好，那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那我们一起唱第一首歌，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。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约。全心颂赞，献上为祭，是最纯的果子。在你里面一无挂虑，喜乐满溢。常常感谢，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。在你眼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。好，我们把我们的掌声给我们的神，一起来拍掌赞美。神喜悦我们为他来拍掌，为他来赞美。请开口。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约。全心颂赞，献上为祭，是最纯的果子。在你里面一无挂虑，喜乐满溢。常常感谢，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。在你眼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。在你眼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，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。主，我们要来单单来敬拜你。主，在这礼拜日的早晨，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，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将我们的心献上，让我们迫切来渴慕你。我们学习着更深的去渴求你，去寻求你，去敬拜你。我们一起唱这首歌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值得就是我全所有。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，都为了你。直到你再来，再一次，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我们将我们的所有，我们的全心，在现在此时此刻献给他。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，都为了你。直到你再来那一天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主，我们将我们现在的心赤裸的献上给你。我们是一个纯白的敬拜的心，在此时此刻，我们希望神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迫切的恳求、寻求主你，
们寻求渴慕，希望你可以将门打开，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让我们一起再唱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是的，就是我全所有。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，都为了你。直到你再来那一天，无论要付什么代价。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依，被磨练，被接近，爱你所赐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依，被磨练，被接近，爱你所赐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依，被磨练，被接近，你所赐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依，被磨练，被接近，爱你所赐的敬拜你。人要付什么代价？你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。让我们一起唱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说敬拜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。主啊，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主，你为我们钉死在这十字架上。主，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渴慕你的爱，你从天上来的爱，用无尽丰沛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主，我们因着你的爱被吸引到这当中，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你。一起唱这首。美的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烦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。时光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，主耶稣。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。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。在一起唱美的宝血，美的宝血为我流，每个心法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。失望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。
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痛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何等长过你的爱，何等长过，何等高深，天离地多高，你爱多好大，主你的爱无法测度，无法测度，永远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。再一次，何等长过主你的爱，何等长过，何等高深，天离地多高，你爱多好大，无法测度，永远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不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让我们唱最后一次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不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主啊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无论我们遭遇困难、患难，主你的爱，主你的爱与我们同在。主，你听我们的呼求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你每时每刻不断的保护我们，恳求你在我们接下来每一天、每个脚步、每个道路有你的指引。感谢你在敬拜赞美中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。我们仍然站立，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口。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宇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。钉十字架受死，埋葬，钉在阴间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右边，将来必在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之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好，进行奉献，请我们的同工。
一起来做奉献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用心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认识你名的人都要依靠你，因为你没有离去寻求你的人，在你有无尽的慈爱，公义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我们来赞美你，你乐意赐下救恩，使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和恩典行走义人的道路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教导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常常思想，也要传扬你一切的作为。这时我们献上单薄的金钱，从你而得来的献给你，也献上我们的身心灵和时间，分别为圣，来跟随你。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一起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报告，我们看那个教会的手册有没有？好，报告，好。我们教会，公道事项，我们教会意向就是成全众圣徒，万民皆祭司。我们都读经祷告，委身侍奉，服侍神，彼此相爱。报告教会的教会消息，第一项，6月25星期二，北中73第2次的会议，2位牧师及代议长老郑美姐前往参加，地点是树林教会。2，6月28星期五上午11点，宣道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我们要举行春季班结业式，宣感恩餐会，学员志工共有85人参与。另秋季班课程报名皆已满额，定于9月2号陆续开课，敬请关心代祷。第三项，6月29到30。本会举办长职同工退休会，全体长职、团契会长、干部以及配偶子女，接受邀请参加，共有39人。地点是新竹神学院，6月30日为禾堂礼拜，该主日邀请季元安基牧师来证道，愿主保守赐福。第四项，7月7日为禾堂礼拜，主日爱餐后将进行全教会大扫除，请大家留意分配区域。第五项，请各团契会会计开始整理上半年财务收支报告和手册和账册。一律7月份将相关资料交付查账人员查账。第六项，2024年的第3季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送达，请需要的人在1楼索取。
好，肢体消息和明细，奉献明细自己看，哈。那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希伯来书2章10到18节，我们来攻读，请我们弟兄读双数节，姐妹们我们来读单数节，请弟兄我们第10节双数节，请弟兄们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已成圣的，都是出于一。为这缘故，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又说我要依靠他，又说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15节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好，我们正道请知梅牧师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每一个人对适应环境的能力都不太一样。有的人对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呢，他可以适应、调整的还蛮快的，让自己的思考判断可以维持在一个基本的程度。那有些人呢，就会整个呆住，不晓得该如何是好。那上个主日，我不晓得大家这2个礼拜来教会礼拜堂会不会觉得有点热？已经有人在。已经有人在散了。我们前面呢这3台冷气，同一个主机的，它的那个主机板已经坏掉了。现在就是要看原厂还有，因为已经十几年了，所以要看原厂还有没有主机板。如果没有主机板，那可能整个就要换掉。那后面呢，那个坎顶式的那个冷气是另外一组的，那个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上个礼拜有那个师傅来看，还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好，那我们也知道，现在要请个师傅，其实现在就缺工啊，要请师傅就很困难，所以呢，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没有冷气的时候，会让我们更专注，还是会让我们整个很涣散？我想那个以轩应该是蛮厉害的，蛮能抗热的，因为他们煎饼果子在那边烤炉，这是春夏秋冬，只有冬天它是相对舒服的季节吧，这个夏天简直是非常的可怕。那我们其他坐办公室坐习惯的人呢，碰到这种没冷气的地方，可能真的会整个脑袋会短路，会秀抖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就是考验我们是不是能够专心敬拜的时候。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写作背景呢，充满了许多的无奈跟血泪。那绝对不是1天2天、1个礼拜2个礼拜，或者是1个月2个月没有冷气，工作的时候没有冷气可以比的。当时代的基督徒在罗马的暴政之下，他们的财产就是被掠夺，人权被践踏，他们活着其实跟奴隶没有什么两样。在地上的苦难是这么的显而易见。就好像我们常常会看到疾病、死亡，
看到贪婪、偷窃、不公不义的事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但是在天上的盼望，我们好像不怎么看得到。我们好像对于天上的盼望跟得胜，我们没有什么去关注。我们始终能清楚看见并且经历在地上的这些短暂的苦难，却看不到天上永恒的盼望。这个事件，这个事情，我们看不见那被隐藏的那个部分，会成为我们在地上能够持守信仰的一个很大的威胁。对希伯来书的信徒来说，他们对信仰充满了许多的疑惑。在那个时代，跟随耶稣的基督徒，他们仍然不断的在受苦。耶稣为什么不救他们脱离苦难呢？耶稣为什么不救他们脱离疾病死亡呢？耶稣为什么不医治他们？面对永无止境的苦难，基督徒该如何来面对？其实不只是那个时代基督徒会问的问题，其实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会问这样的问题。而希伯来书就是给当代那个时代基督徒的解答，也是给我们的解答。今天的经文第10节、第11节，第10节、第11节说：那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为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本是合宜的。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受苦难而得以完全，在这节经文说是合宜的，就是刚刚好而已。耶稣受苦这件事是刚刚好而已。怎么说呢？这位万物所属、万物所本的大元帅耶稣基督，他本来是在天上跟圣洁全能的天父在一起，他们一起从天上往地下看地上的苦难。那地上为什么又有苦难？因为在创世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犯罪了。谁？第一个犯罪的人。不要让牧师这么的痛苦，勇敢的说出来吧。谁第一个犯罪了？夏娃、亚当。好，亚当犯罪了。因为本来与神同行的亚当犯罪，从此圣洁的天跟世俗的地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鸿沟，圣与俗的鸿沟。在创世之初，圣洁的人类亚当，就他是个代表，从此他与圣洁无分，被上帝赶出伊甸园。但耶稣基督为了挽回全人类，为了带领我们重新能够再与圣洁的上帝、圣洁的源头连结，所以耶稣他必须也愿意从那看不见、充满奥秘、圣洁的天上道成肉身降世为人，参与在人类的混乱、罪恶与苦难中。他要切实体会属于人的无助、无奈跟绝望。他不再是那位高高在上，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基督，而是愿意背负十字架的耶稣。当耶稣，路加福音有记载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旁边就有一个人说：你如果真的这么厉害，你如果真的是那位这么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你就救自己啊，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啊。这不也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吗？耶稣为何不把苦难挪走？主啊，你这么厉害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把我的苦难挪走？你为什么不设法改善我们的生活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还要继续跟随你吗？跟随你又有什么好处？这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几乎都会问的问题。如今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满足于现况吗？我们真的有平安吗？我们有对抗不完的疾病，有不可逆的地球暖化，有越演越烈的生态浩劫，有毫无人性的战争、尔虞我诈的政治、贪得无厌的投资市场，还有翻脸不认人的亲情，毫无诚信与道德的爱情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这一些。
我们所受的苦还少吗？我们眼睛看出去，耳朵听见的都是这一些很不堪的东西。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真的能跟基督一起同得荣耀吗？诗篇90篇第10节有一个是非常大家应该还蛮算耳熟能详的经文，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，但其中所经夸所夸口的，不过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我们的一生呢？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的？难道只是像诗篇90篇那个诗人讲的，我们一生劳劳碌碌所赚得的这一切，其实真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不是吗？可是我们却常常夸口什么？我们常常夸口我们的病得到医治，我们从死里逃生。我们常常夸口我们学业进步，事业有成。我们常常也夸口爱情如意，家庭美满，有子女，有子成龙，有女成凤。我们也常夸口投资获利，房屋一栋一栋接着一栋买。这一切我们死的时候带着走吗？你觉得死的时候带着走的举手一下。带不走吗？那我们一生打拼成这样子，有什么意义？人活一辈子，好像也就是真的就是为了这些，不然为了什么呢？但是这一切却都转眼成空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面对。我们却不愿意去面对，我们宁愿自我欺骗，也不想面对事实。但是诗篇90篇说，我们的一生的年日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，对于在地上没有盼望的人，确实真的不是什么好消息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又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可是对于我们常常可以盼望永恒的基督徒来说，是个好消息耶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劳碌一场空的这件事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个好消息。怎么说呢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在家躺着吃，然后躺着穿，这样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要我们做躺平族。意思是，如果好日子，所谓的好日子哈，就算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就算有的人呢从小呢就是可以坐着宾士，长大也可以开着宾士，然后呢一辈子像那个辉达的首脑这么的好，当然他也是经过苦难过的。好，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没有经过苦难，但是我们最多也怎么样？70、80年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70、80年，可以再长一点了。如果你可能可以多买一些医疗保健啊什么的，好，90岁、100岁，好，100年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还是会走。但是对我们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就是说，即便我们一出世就没有什么好家庭背景，然后呢也没有一个好的家庭抚养培育我长大，然后呢我出去工作的时候，当我出社会工作又苦得要死，碰到那个不良老板、不良主管，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劳碌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是好消息是，如果你有属天的盼望，你的苦难也不过就70、80年而已。但是当我们离开之后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我们在永恒里面，永恒是什么概念呢？永恒在数学里的概念就是无限大。我们有无限大的福气在天上，然而我们在地上，就算你已经苦到被踩到跟蚂蚁一样，你也不过就在永恒里面，这70、80或者是90、100，也不过可能比奈米还要小，既然如此，对于上帝的主权，对于上帝的安排，我们每天又到底是在纠结什么？
我们是在纠结什么呢？棺材不是只有装老人的。今天如果哪一天牧师出去，好走出去，现在马路三宝很多嘛，突然就被撞了，然后我就走了。子瑜，你会难过吗？哦，会难过，但是不要难过太久，哭一下就好了。因为呢，感谢主呢，我死了等于什么？我毕业了，我在世上的使命完成了。上帝给我的功课作业我完成了，然后呢，我去考试，好，我考了死亡证书，我还拿到死亡证书，我毕业，我榜上有名，我在天上的榜上有名，好，在永恒的榜上，我会榜上有名。好事还坏事，还会哭吗？好，哭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哭太久了哈。好，反正我们总是会，每个人都会上去的，我们都有上去的一天。我们应该夸口的是这个，我们应该夸口的是我们在永恒里面，我们有位置，我们有一个位置在那个里面。14节，今天的经文14节、15节说，既然我们在地上的这些上帝的儿女有血肉之躯，所以耶稣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，为了借着死来败坏那掌管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。意思是，其实许多信徒会因为死亡这件事情跟上帝过不去，会一直在那边跟上帝摔跤。我们常常会害怕疾病死亡，害怕在世上失败落后，会害怕被否定，会被淘汰。每当我们面对这一些来自世上的负评啊，现在就是有负评嘛，哈。每次我们面对这些可能的负评，就是赞的相反，就是负评嘛，哈。我们的得失心就会变得很大。我们得失心变得很大，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在天上的盼望，一不小心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一个盼望在天上，以至于我们常常会臣服在世界的负评之下。现在做生意的干嘛的都很怕那个 FB 都有评论，对不对？网络评价。我们年轻人去哪里用餐干嘛的都会看一下，评价如何，对不对？哇，4.1，还行啦。哇，4.6不错一定要去试。3点多3开头的呢就算了，好就算了，除非我真的是没东西吃了，就勉强好凑合着吃这样子。我们常常会在这个世界的负评底下臣服在这个里面，然后成为魔鬼的奴隶。为什么？因为死亡是魔鬼撒旦最厉害的武器呀。我们要面对死亡最大的武器就是什么？今天如果你要跟魔鬼撒旦比肌肉，我们这样讲了，人家说秀肌肉。最近不是那个中共的潜舰在台湾海峡突然冒出来，然后就有人说哇，中共连那个军舰返航都要秀一下肌肉这样子，好，他们有潜舰这样。如果今天魔鬼撒旦在你的面前，你要跟他秀肌肉，你要跟他比强，面对死亡最大的武器就是豁出去，而且能让一个人豁出去的力量，那就是爱，那就是爱。我们可以在灾难现场会看到很多父母为了保护儿女，奋不顾身。我就算死，我也要保护我的孩子，那是个爱。我们也会在灾难现场看到夫妻双方为了配偶，为了彼此而死，那是一个本能，爱的本能。而那爱的源头是哪里？爱的源头是上帝。在罗马书5章7节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，为一些好人而死，或者有人敢。只有耶稣基督，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被这个世界还降服在魔鬼掌权底下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耶稣不只为我们基督徒死，一手他也为你死，小贾耶稣也为你死，还有好奇都是一样，还有爱轩。
他不只是为基督徒而死，他是为所有的全人类死。16、17、18节说，诚然他并没有帮助天使，而是帮助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他凡事当与他的兄弟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。既然耶稣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，那他就能帮助被试探的人。如果我们只单单的看十字架，如果我们只单单的注视着我们的苦难，那确实毫无盼望。如果我们的眼目一直只是关注在我们的苦难上，或是关注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盼望。但如果把十字架放在整个救赎的脉络来看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怎么说呢？耶稣所关心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所有在应许里面成为上帝儿女的基督徒。耶稣愿意从看不见圣洁的天上道成肉身，降在我们这充满罪恶苦难的地上。这说明一件事，他是一个先锋，他是元帅，他从外部，我们这个混乱的地上啊，他从外部就是那圣洁的天上，直接进到敌营，就是我们这些苦难的世界，他直接进入敌营，命中要害，瓦解这个魔鬼撒旦的势力。就好像当初上帝要呼召摩西引领以色列出埃及一样。如果我们对出埃及的故事有熟悉，就知道摩西曾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以色列百姓。可是当上帝呼召他要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又再一次的被上帝带回以色列百姓当中。上帝让摩西亲自感受到以色列百姓跟他同族的这些人的苦难。最后呢，就是指导权力的核心就是埃及法老，然后就赢了嘛，然后就出埃及。刚才有说，路加福音记载，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在他旁边有一个人说：“你如果这么有本事，你就救自己，你自己先下来啊！你下来嘛，你下来给我看啊！你自己先活给我看啊！”耶稣没有救自己，不是他不能，而是他必须要死，他必须要顺服上帝，以至于死。耶稣用他的死直接挑战败坏那掌管死亡权力的核心，就是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从此奈何不了他，魔鬼撒旦从此奈何不了耶稣。耶稣在他道成肉身、降世为人的苦难中，他依然信靠顺服。他因受苦得以完全，成为人类受苦的典范，更成为一个人要依靠上帝才能战胜死亡，也一定能战胜死亡的记号。13节，我们回到上一页，13节说：“我要依赖他。”意思是，我们这一群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儿女，我们都要依靠主啊。我们都要依靠主，连死也不要害怕，因为耶稣已经借着他的死，释放那些贪生怕死、被死亡所枷锁、所辖制、掌控的人。曾经有人问牧师说：“牧师，你常常面对一些死亡疾病的事情，你常常要聆听、处理会友的一些生活上的疑难杂症，你还要在很多的教会事工当中，在同工之间做一些居间协调的工作。除了我们教会之外，其实牧师还有总中会的一些事工要进行，因为我们教会不是只有建成教会，好，我们有很多间教会，我们要一起来协助。有这么多人的问题，他说这个会友问说，有这么多的人的问题要处理，牧师你会不会很难调整自己的情绪，跟调整自己的状态？确实，最近有一场婚礼跟2场告别礼拜，一个是很开心的，一个是很难过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感受着耶稣的喜乐，同时也感受着耶稣的哀伤。我们感受着耶稣他的无奈跟遗憾，
同时也感受到耶稣的怜悯跟慈爱。身为牧师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现况，但是我们的心，当我们在这样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与主越来越靠近。我们在每个案发现场，不论是喜事还是丧事，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的耶稣，他就在那里，他在我们的喜乐里，也在我们的苦难当中。耶稣是这么真实的参与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切。他既然在这世上被试探受苦，就能帮助我们这群同样受试探受苦难的人。他一定，然后我们也一定会参与在他的荣耀里。或许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、亲眼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盼望，或许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那看不见的荣耀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听见。如果我们用心，我们确实也是可以看得见。我们每主日礼拜来，我们可以听见大家口唱心和的赞美神。我们可以听见从众人口中所说的信仰告白。讲到这个信仰告白，牧师要分享一个小可方威的见证。他在礼拜四的社青团契里面，他有分享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的前后脉络的意思是说，他希望他的病能够得医治，但是他说主啊，就算你没有把我医好，就算你不医好我，我也信你。牧师听到这句话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这是牧师做牧师以来从会友的口中，我亲耳听见有会友这么说。即使你不医治我，我依然相信你。或许大家在心里都有这样子的认定，但是我第一次是亲耳听见有信徒这样子这么诚恳的、确实的这样子做这样的信仰告白。我们在上帝的会中还可以听见。我们大家一起朗读圣经，上帝的话语，也听见牧师借着圣灵感动的证道。在团契生活里面，我们会一起经历彼此的苦难，也听见大家如何在耶稣基督里跨越苦难的见证。昨天是小雨的阿嬷，也是我们英英姐的妈妈静茹姐的告别礼拜。在火化结束之后，火化就是在火葬场，第二殡仪馆的火葬场。火葬场，你们现在想，火葬场对你们来讲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们想到有去过火葬场的，请举手一下。好，手放下。火葬场，你觉得去到那边，你的心情如何？都在哭，而且整个氛围是非常闷的，很苦闷的，对不对？很哀伤的。但是上帝让牧师看见也听见了很大的一个安慰，是什么呢？我看见了，我们火化礼拜结束之后，就在火葬场的一个地方，我就看到伯彦抱着可晴，然后旁边伯彦的爸爸五郎长老，他们三个伯彦跟五郎站在一起，然后伯彦抱着可晴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应该是伯彦跟牧师讲的吧，然后伯彦就跟牧师说，牧师刚才可晴有说，就是他也要到上帝那里去。可能他们之前的对话是说，那个阿嬷呀，静茹阿嬷到上帝那里去，然后可能可晴就听到了这样，爸爸这样跟他讲，他就说，那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上帝那里。其实，在那时候，牧师的心里很复杂。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整理好我当下的那个心情来跟他们分享。可是牧师听到，我是没有听到可晴亲耳说，但是我听到是转述的。一个孩子这么渴慕上帝，一个孩子这么的渴慕上帝，然后我又看到那个画面嘛，祖孙三个人站在那边。
这个画面告诉我什么呢？可晴，她在爸爸妈妈、在阿公阿嬷、在她的家人的爱里面。然后我就想到因为那个火葬场的位置哈，静茹姐的那个火化礼拜，她的遗照啊在那边。静茹姐也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爱里，而这个爱是从上帝来的。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爱里。其实我们不用去哪里找上帝，我们不用去到哪里找上帝，因为上帝看不见嘛。但对一个2岁多的孩子来讲，他不太能够理解可能不是那么能理解这件事情。我们不用特别去到哪里去找上帝，上帝就在我们这里，他在我们的敬拜里，他在我们的祷告里，他在我们的喜乐里，他在我们的苦难里。上帝一直都与我们同在。死有什么好怕的？如果连死都不怕，那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胆怯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就算是死，也要在主的怀里安息啊！就算是死，也要在主的怀里安息。像刚才牧师分享，说不定哪一天牧师走出去就被撞了，再见！感谢主，我任务完成了，我榜上有名，我毕业了。你们陪子瑜哭，不要哭太久，好，要提醒他，好，以后我们一起手牵手，一起上天堂。弟兄姐妹，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更专注在耶稣啊！我们不要一直盯着那个苦难，我们要更专注在耶稣，更要确认自己是在主的爱里面。耶稣能帮助所有在苦难中的人，他能帮助所有在苦难中的人。我们在主里面，主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紧紧倚靠他的爱，跨越生命中的各种风暴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能够经验到主确实是这么的爱我们。主耶稣的爱能够胜过任何死亡的权势。主耶稣的爱，它可以驱散所有让我们惊慌害怕。他的爱就是有这样子的力量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主永远如此深爱着我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法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将上帝恨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法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将上帝恨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不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
长阔，何等高深，天离地多高，你爱多浩大，无法测透，永远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，何等长阔高深，何等长阔，何等高深，天离地多高，你爱多浩大，无法测透，永远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，主耶稣，你的爱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将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痛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是将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痛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不论生命或死亡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痛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这个完整的爱，能够胜过、能够冲破死亡权势的爱。主，我们人生确实有许多的苦难，我们确实有许多的生离死别，我们确实有许多的无奈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子的爱，让我们可以跨越我们人生的苦难，让我们可以在享受在地如在天的这样子的安慰与盼望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把这样子的爱赏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的苦难中给我们力量，谢谢你在我们的哀哭当中给我们安慰，谢谢你在我们的喜乐里与我们同喜乐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扶持、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让我们唱最后一首歌，带着回家。我们一起拍手。让我们一起带着喜乐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